我决定了，不管多难，我都会留在这儿陪你一起面对。你看陆石的命运，我们也成功改变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什么？元齐5年，女官陆渊妖媚惑主，尊宠日落，终至凤牌登至后位。那块凤牌，对，你应该知道的。这便是陛下5年前赐予我的信物。我本想以此登上后位，与李庸正面抗衡，但我始终在等心中的那个人。心中的那个人。